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最近咱看到主疫苗站满满是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就是满。满代表讲一个时间或者是期限，像讲我已经满20岁啊。另外，这个满嘛有足侪坐甲足畸形，像讲规位坐甲足满。另外，形容讲规拢是全部拢是足普遍的情形，嘛会当讲是满，像咱讲满山春色。另外，这个文音读做满，较早不遮侪人的名拢号做这个满。叫做阿满，满嘛是规物件，感觉讲伫要溢出来，感觉像讲水伫要满出来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满世界，代表讲规拢是，嘛有人讲规世界一世界踢倒家。第二个词读做满面春风，本来是讲春风吹伫咱人的面，混看来讲，会当讲是一个人笑眯眯，真好运，心情真好。啊，若是满面全豆花，就代表讲土土土。甲大家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看头家满面春风，就知讲伊的店生意真佳雅。免到食饭时间，规间餐厅拢全人，规世界拢是人客，准备要食饭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满，这是白音，另外文音读做满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